稳定。咱感谢主，伫个厅内底因带咱经过的日子，满有伊的平安甲疼痛。伫上帝赐予咱徛起的日子，咱会通真侪社区的祝福，真侪众兄弟姊妹的祝福。一个教会的存在，伊有两个真重要的目的，一个是见证上帝的疼痛，另外一个就是予人得到上帝的疼痛。来，咱掀开周报第4面。咱感谢主，对11月30，咱伫社区报佳音了后，12月初7，社区的圣诞联欢会，小西门里的社区的圣诞联欢会，伫咱教会来举行。今仔日早的时阵是城安的喜所爱无限，来帮赞因附近这个南华里的所在的这个兄弟姊妹弱势的家庭一个学生有圣诞的改名。伫昨来举行完毕。今仔日，咱伫城安有圣诞的主日，阴暗的时阵有即个全台南市的福音餐会，咱教会也有2桌的人数会做伙去参加。有无道友一半，阁有遮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爱陪伴同齐做伙去陪伴因的。这是今仔日阴暗12月15阴暗。伫这个东东宴会市场，伫个所在举行。刷入去的时阵有12月19，这个圣诞欢乐救主圣诞的降生，伫文乐园区伫安南区迄个所在。再来12月21，小西门里喜所爱无限，伫咱教会这个所在。了后，再来12月21，有圣诞的暗会，咱伫做面前仰望上帝亲自赐恩。伫咱教会当中，透过这个暗会，互搁较侪兄弟姊妹咱的厝边头尾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疼痛甲稳定。以后咱有这个城安的圣诞的中昼顿，以及12月24，阴暗咱还阁有一段，就是要伫和乐广场，咱有圣诞的报佳音的释放。了后搁12月29，咱教会有圣诞这个。趣味的联合活动，趣味的竞赛。所有的活动，敢若有一个目的，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互人对上帝的疼痛，来认捌伊的救恩，来享受伊的救恩。所以，咱就为着这个，同齐做伙来祈祷，仰望圣灵继续引带咱，恳求圣灵，互咱互上帝来路用。互咱教会成做社区、城市的祝福，社区、城市的阳光。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荣耀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赐恩伫阮的身上。你是主，是上帝，成就一切美好伫你的教会内面。主，你过去一路陪伴引带阮，一直到伫如今，你犹原用你极大的疼痛赐恩伫阮的身上。所以，阮为了这个美好来感谢主啊！阮继续仰望你，阮宣告你的疼痛，宣告你的能力，宣告你极大奇妙的作为。你的确要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美好。耶和华，阮仰望你，因为无论伫什么所在，都当你是主，你是天顶地下所有一切的主宰。愿伫主你的话语内底来徛起，伫你的话语内底。甲你同行，伫你的话语内底受你的引带，所以主，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的信心、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讲，阮就去，阮也着甲人去到伫人迄个所在，伫遐甲基督的救恩报互因知，通互阮过去领受上帝你的恩典，白白得来，阮也白白来分享互人。过去阮怎样得到人对阮的疼痛，得到上帝你的引带？主，今仔日，阮也用这款的心神，同齐做伙来报佳音。伫这个圣诞的季节内底，主啊，互阮因为听你、认捌你，互阮每一个月拢是圣诞的季节，就是伫迄个所在分享疼甲关怀。主，这是教会存在的原因，见证上帝的疼，互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主啊，帮助阮，引带阮。阮搁再一届甲家己奉献，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
唯愿赐平安的主上帝因带阮，互阮伫一切事上甲你同行，甲你同欢喜，互阮伫基督救恩的事奉顶面，三甲做伙有份。照主你所应允的，你做的代志，阮也会当做，并且要做这比这更较大的代志。主将你的应允成就伫你正儿女的身上，互你的教会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城市、伫这个国家是有上帝你的荣耀同在的。感谢主，听我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下面时间，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今仔日业务司前往圣宗明圣教会正道，请兄弟为牧者的事奉得力，往返平安大道。第二，今仔日下晡1点，将伫教会3楼召开12月份的定期祭祀会，请现任以及新当选的职事一同出席会议。第三，12月22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圣餐，甲着洗礼式，敬请兄弟一同有备心，恭守圣餐，并一同为报名受洗的祈祷。已经报名的有廖婉宏、陈正贤、林经纶、叶云新、黄琼芝、洪丽月。第四，邀请兄弟伫12月24礼拜二暗时7点至8点，伫和乐广场做伙甲着圣诞诗歌报佳音福音行动，甲着庄明乌来圣教会共同搭配歌曲引导公布伫消息公告群组，有意的请至招待道登记报名。第五，12月29礼拜日中昼12点，甲着下晡4点，将举行全教会联谊运动会。当日主日崇拜改做上午9点半联合礼拜。当日分组名单已经公布伫公布栏，请兄弟确认了后，伫名单顶悬打勾。第六，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研习会地点伫利和壁圣教会，时间是2025年2月19至22。若有意参加培训的兄弟，请向孟纯传道洽询相关资讯。报名到12月24截止。有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安尼就对啦，感谢主，好，大家平安。然后伫线上的我们的小弟兄姐妹也准备心，咱做伙要来敬拜甲讹乐咱的上帝。阿门。就
起你来吟。咱着敬拜耶和华，咱着敬拜耶和华，伊生命之大，着用虔诚感谢着上帝，因为伊大慈爱到永远无煞。咱着学了耶和华，咱着学了耶和华，着欢喜唱歌，向咱请求，一切般称赞，万国君王之大上帝耶和华。咱着敬拜耶和华，咱着敬拜耶和华，伊生命之大，着用虔诚感谢着上帝，因为伊大慈爱到永远无煞。咱着学了耶和华，咱着学了耶和华，着欢喜唱歌，向咱请求，一切般称赞，万国君王之大上帝耶和华。Amen。咱对上帝爱慷慨，因为伊对咱就慷慨，我们就大大掌声，将荣耀归给神。耶稣，耶稣，咱听到伊的名，就非常的感动、甜蜜。耶稣的名，伊治的名，耶稣的名，有5万个名字，哈利啦，耶稣，耶稣。圣洁的救赎主，耶稣，耶稣，救赎咱丰富，真正丰富，耶稣，哦耶稣，是权力的圣者。现在，哦，你好。
一声来祈祷，献出咱的感谢甲感恩，一声来祈祷，请。凡有具有气息的，拢在你面前要来吟讲，现在，愿上赞荣耀尊贵拢归着你，或者你是配得的上帝，都是你。哈利路亚，阮将要甲荣耀归乎你，无归你假神了，无归你人，拢是阮得用尊敬彼此相合下、相体下，彼此在你面前学习，同荣、同权、同尊的主上帝啊，感谢你。哈利路亚，读到你伫个圣会内面做主、行打、感动、运行，伫大人的心中，愿要安尼来讲，用要大声来吟讲，现在，你是现在、永在的全能的主，永无改变。哈利路亚，完全地大声吟讲。归主，阿门。请坐，兄弟，请坐。咱好险耶稣的名字，什么时阵求过伊，伊就甲咱三千斤。所以耶稣伫这里，咱唔免惊；耶稣伫这，咱唔免惊。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洋搁较雄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怀电话，伊忍无拍死。做伙来吟，毋免惊耶稣伫这。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这，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
是会落山。海洋搁较响亮，总是会平静。这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钱，要花的电话伊无拍死，也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平心的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伊拢知，伊拢知啊。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平心的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我永远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平心会早起。每一日拢是新的，上帝讲恩典到也用，伊看咱有的，毋是看咱无的。咱要怎伊来回应伊的疼痛？咱要怎伊对着伊的脚步来聆听大牧者牧人的声？咱是伊的羊，伊要带咱到倒落，拢是平安福分的所在。唯有咱所拣选的所在，是坐落是一个美好的境界。感谢主，啊！来，咱若要安尼来讲宣告，对厝边隔壁要讲，在这个非常层层惶惶的日子里面，真侪人的心是无平静、无安稳的，是惊遐要怎样面对明仔载。咱就是会当去报团讲，咱会晓安尼唱讲，毋免惊，耶稣伫遮。平心的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早起。感谢上帝疼痛，是毋是对咱的心内面也愿意回应讲，主啊，我要愿意听你较济，比昨较济，咱请起你来吟，来吟全首。愿我会哪听你，我做基督。愿我会哪听你，我做基督。归了
主讲，愿我听你，愿我听你，愿我听你。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对阮的听，阮感谢你伫阮人生每一个时刻，你正做阮活命的瓦靠，你正做阮活命的溃烂。主啊，就亲像诗歌所讲的，阮毋免惊，是因为你甲阮同在；阮毋免惊，是因为你的大能大力充满伫阮内面。虽然伫这个世间，阮拄着真济的困难挑战，真济是靠着阮的能力，阮无法度过去的。但是阮知影，上帝你甲阮同在；阮知影，上帝你大能的手，着引带阮的道路。所以，就亲像诗歌所唱的，阮这个歌词真做阮活命的祈祷。阮要来对你祈祷讲。上帝啊，若是有一天，当阮溃烂衰弱的时阵，阮犹原要来跟对你，阮犹原要勇敢来跟对你，因为阮知影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阮的活命就靠着你刚强得胜。阮感谢你，阿罗你将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心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请坐。继续，咱来读《课业文》50篇。我可以现在来用和来三甲来上读。我是真葡萄树，囡仔无属伫我的、无结果子的迄树枝，我就甲伊剪掉。即摆在恁的你的话已经清气了。恁着爱常常踮伫我的内面。树枝若是无上帝葡萄树，家己就袂当结果子。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因为离了我，恁就袂当做什么。人若无上伫我内面，就亲像树枝等伫外面孤单了。恁若上伫我内面，我也会上伫恁的内面。恁得结果子，我的爸就安尼得荣耀。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门。下面的时间，咱就牧师特别去聪明。下面的时间，咱就交予社会传道。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恩典，即马冬天已经到啊！感谢上帝，互咱有缘伫上帝恩典当中平安，会当来到礼拜堂当中来做礼拜。请咱来掀开周报的第4面，咱要做伙来上读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周报的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现着，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迄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讲：阮甲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颠倒无禁食，这是为虾米呢？耶稣对因讲：新郎甲陪伴的人同在的时阵，陪伴的人敢会当哀听呢？但日子将要到，新郎要离开因，迄时因就爱禁食。无有人甲新布补伫旧衫顶面，因为所补起来的颠倒带歹了迄个衫，破的就搁较大了。也无有人甲新酒缀伫旧的批囊内面，若是安尼，批袋仔就裂开，酒流出来，连批袋仔也害了。唯独甲新酒缀伫新批袋仔里面，两项就拢保全了。阿门。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请同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每一工赏赐予阮到遐的稳定，每一工养饲阮活命，阮灵性的活命，互阮伫你的内面，阮经历上帝你的疼痛，阮看到真理的道路，阮经历上帝你伫阮活命当中的引带，所以阮就来群对你，求你搁一摆伫礼拜早起时，伫主日崇拜当中，将你的话语赏赐予阮，互阮伫当中领受你的话语。愿明白，愿知影，愿要怎样继续来跟对你的脚步。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所分享的经文，继续咱要做伙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咱伫前3个月，对9月份开始，我伫我讲道的时阵，咧分享马太福音，拢分享到。耶稣是怎样甲伊的门徒是怎样来引带来带领遐个军队伊的人，所以这是耶稣的门徒班第4课，就是咱来分享到今仔日所要讲的主题：新时代的门徒。新时代的门徒，门徒是啥物意思呢？门徒的意思其实就亲像咱拄仔咧上读迄个新的诫命的时阵，新的诫命最后一句讲。咱若彼此相听，众人对安尼知安那，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门徒的意思其实就是学生，因为耶稣伫迄个时阵，伊是一个犹太教当中门派的一个老师，伊叫做律比。迄个律比呢，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呢，跟对伊的人就是遮的门徒。所以，毋是干那耶稣基督有门徒尔哦。其实，即个约翰，就是行洗礼的约翰。即个约翰呢，嘛有伊的门徒跟对伊。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他会拄到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来问伊一个问题。做一个学生吼，上重要的就是爱会晓问即个问题啦。为虾米爱问问题呢？就是安那，因为袂晓，因为毋知影。爱对老师遐会当学到啥物，所以就爱会晓问问题。问问题这件代志最重要。伫咱读圣经的时阵，咱一定会拄到真侪无共款的问题。咱爱怎样伫当中来了解，会晓问这个问题，较会晓来吸收，较会晓来学习上帝对咱的启示。所以，我毋知影伫咱大家信仰的过程当中，敢有问过甲信仰有关的问题？敢有问过
无论是你是问牧师、问老师，还是问啥物款人，敢有人有问过讲，咧读圣经的时阵，有感觉拄着问题想要问的无？其实伫我咧读圣经的时阵，我拄着真侪无共款的问题。但是我感谢主，因为有机会去读神学院，因为伫神学院当中有真侪机会会当甲老师请教，会当问问题。其实就伫圣经的学习当中，有拄着有经历真大的帮助。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门徒训练，即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伫当中。就是拄着有一个门徒来找耶稣来问问题。我首先我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甲圣诞节有关的问题。我毋知大家敢有听过即个讲法？即个讲法是啥物呢？就是当咱咧讲到圣诞节是安怎来的时阵，有人有讲过，有一个讲法吼，就是讲安那，讲圣诞节其实。12月25其实是安那，是罗马的即个太阳神的生日。有人听过即个讲法无？好，请放来哦。所以大部分人也无听过嘿。有一寡人，其实有一寡人呢，特别吼伫教会当中，其实有一寡人特别反对过圣诞节。为虾米呢？因为因感觉讲圣诞节吼，即12月25，因就讲耶稣吼应该毋是12月25迄个时阵出世的。咱为虾米着爱过爱将迄天当做圣诞节呢？为爱叫吼，因搁去查考遐个考古吼，伊就感觉讲哦，迄个时阵罗马政府吼就定12月25吼是太阳神迄个生日呢。安尼。敢是感觉讲咱过圣诞节其实就是咧拜迄个太阳神嘛？但是其实伫当中有无毋对，有人是安尼来认为，但是伫当中有搁较侪人其实有去查考，有去考古，有去感觉讲，有去查考讲，伫过去基督教的记载内面，敢是真正有人咧过圣诞节？后来其实都有已经这叫做流言终结者，就是讲到安那。其实头一摆有伫记载当中有记载讲，有基督徒咧过圣诞节的记载是安那，是伫3世纪的初期，就是伫公元200多年，200多年的时阵，其实迄个时阵头一摆有人咧过圣诞节，其实是比274年，就是罗马政府定太阳神诞辰这个时间更较早，所以这代表讲，其实伫罗马政府定这个12月25是太阳神生日进前，就有人开始伫即天咧过圣诞节啦。所以莫阁去想讲哦，其实迄个12月25是咱咧过太阳神的生日，其实是过圣诞节是比这更较早。但是为什么后来阁有真侪教会伫当中反对过圣诞节呢？特别伫新教当中，就是伫宗教改革以后，其实伫新教当中有一寡宗派，其实是反对过圣诞节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头一摆开始，就是伫17世纪的时阵，才会清教徒。清教徒，咱知影，清教徒其实是对信仰真正足热心，但是因的信仰的重点就是爱清修，啊，所以因就伫当中过的生活拢过了真简单，拢过了真朴素，所以因就伫生活当中，因就看到过去天主教会咧过圣诞节的方式，愈来愈安那讲奢华糜烂啦。就是拢咧庆祝啦，拢咧啉酒啦，拢咧食迄个大鱼大肉啦，因就感觉讲安尼过圣诞节袂使啦，安尼敢若是圣经当中所讲的，就是安尼即个荒淫宴乐迄款的，所以因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咱莫互教会有即个名声，所以因就讲安尼教会莫过圣诞节。教会莫过圣诞节，所以对17世纪的清教徒，对当时的英国开始，就开始有一寡教会，就开始禁止过圣诞节，禁止这个教会过圣诞节。
所以，当咱了解为什么有一寡教会无要过圣诞节，为什么一寡教会伫当中感觉圣诞节吼真正是即个教会即个乱源，因就知影，咱就知影，其实咱踮伫一个安那有非常久长的传统的宗教内面，咱踮伫一个有非常久长的宗教即个传统的宗教内面，所以。到伫今仔日，即马已经是2024年啊，已经要到伫2025年啊。安尼，即个信仰有缘伫咧，咱着爱来想讲，咱诚做即个时阵新时代的门徒，咱是怎样来看咱的宗教的传统呢？对一项宗教的传统来看，其实咱毋是干那去讨论讲做也是毋做，爱先了解为什么要安尼做。咱较来想讲，咱要安怎做？就亲像圣诞节共款，庆祝圣诞节即件代志，因本身的重点，毋是去对人讲要过圣诞节，还是无要过圣诞节。咱爱先了解，为什么有一寡人爱过圣诞节？为什么有一寡人无想要过圣诞节？咱先了解，咱较来思考，安尼咱要怎样来过即个圣诞节？咱若无了解即个过圣诞节的意义，安尼咱过圣诞节嘛过了无意思，因为咱过圣诞节就亲像即个时代商业化的圣诞节共款，大部分的人对圣诞节就是送礼物，就是食一个大餐安尼尔。但是无人会想讲，圣诞节其实是要庆祝，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出世。所以伫咱活命当中。特别对咱基督徒来讲，咱爱来思考，咱即马咱踮伫即个有非常久长的传统的宗教内面，即个信仰内面，安尼咱要怎样来看待咱的传统，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咱要怎样来看待讲，到底伫咱的信仰的传统内面，因已经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安尼伫即个传统的内面，咱会当伫当中经历啥物？咱会当伫当中学习啥物？所以，咱对即个宗教传统的故事内面，咱就会当来了解。伫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当中，行洗礼的约翰伊的门徒来找耶稣，伊嘛是问一个甲宗教的传统有关的问题。伊问啥物呢？伊就问耶稣讲：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讲，阮甲法利赛人定定来禁食，但是你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颠倒无咧禁食，这是为虾米呢？禁食是犹太教当中，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因为因感觉讲禁食就代表安那，代表因对上帝的敬虔，代表因是安那。因对上帝有对上帝有伊真虔诚的敬拜的方式，所以这个约翰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因为约翰知影耶稣基督就是迄位弥赛亚，就是迄位救主，所以约翰就叫伊的门徒莫搁来对伊啊，爱去对耶稣。所以这个门徒呢，就要来找耶稣，但是因来找耶稣，伊搁看到讲，为什么耶稣咧做的代志，耶稣咧教门徒的代志，甲约翰咧教门徒的方式无共款，因就开始想讲，安尼约翰叫阮来对耶稣，但是耶稣的方式甲阮想的无共款，安尼真正阮要来对耶稣吗？所以因就大声来问这个问题。特别伫这段经文进前吼，就是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安那，讲迄时是啥物时阵呢？就是伫这段经文进前，就是耶稣呼召这个税吏马太的时阵，伊就呼召税吏马太，伊个甲因做伙食饭，甲经文当中甲人讲，伊是甲税吏甲罪人做伙食饭。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讲，法利赛人是真重视这个宗教传统的人。法利赛人就看到耶稣甲遮的人做伙食饭，伊就感觉讲，
耶稣哪会甲遮所以你甲罪人做伙食饭呢？安尼袂使，安尼吼，就是毋是一个犹太教的内边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即个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人，因拢看到即项代志，因就感觉奇怪，因就感觉耶稣哪会甲因想的无共款，因就来问耶稣即个问题。所以，咱要来解说即个问题，咱就爱来先了解禁食有啥物款的意义，为什么爱禁食？其实犹太教所讲的禁食，甲今仔日咱所想的禁食，其实可能有点仔无共款。伫犹太教当中，旧约律法当中的禁食是讲安尼，特别伫旧约圣经当中，旧约律法当中，敢若规定要禁食的时间，敢若是安那？敢若是伫利未记当中讲的赎罪日，就是伫赎罪日当中，利未记甲咱讲，耶和华晓諭摩西讲，7月初10就是赎罪日，伫当中恁爱守为圣会，并且爱安那，即个刻苦己心呐，爱刻苦家己的心，爱将火祭献予耶和华。即工呢，伫经文当中讲，即个刻苦己心，其实就是咧描述禁食的意思。咱若去查考旧约圣经，会看到真济即个刻苦己心甲禁食是连做伙。伊就是讲，即个就是爱限制家己，莫食物件，来体会咱活命、咱身体的软弱，咱体会身体的艰苦。安尼，咱较知影讲，起初律法规定禁食，其实是安那？基础律法当中规定禁食的目的，其实是人为着家己的罪，为着家己所犯的罪，感觉忧伤痛悔，所以才会伫赎罪日即天，因着透过即个刻苦己心、即个禁食的方式来认罪悔改，来超出上帝赦免甲洁净。这是起初禁食的意思。但是后来呢，愈来愈侪人开始，毋是干那伫即天禁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因为后来伫旧约圣经当中，咱会看到有真侪人，因毋是干那伫赎罪日当中咧禁食尔，伊阁有伫别个时间咧禁食。即种禁食叫做是安那？是自动自发性的禁食，就亲像咱所熟悉的以斯帖。以斯帖因伫即个波斯帝国当中，因为因已经被掠到伫即个波斯帝国，并且呢，因的王呢想要，因即个宰相呢想要甲遮的犹太人吼拢总灭绝，所以以斯帖就伫当中，伊为着即件代志，感觉真忧伤，所以因着吩咐即个末底改去组织遮所有的犹太人，并且因家己嘛是安尼，因着特别为着即项代志来禁食3暝3日。伫当中禁食3暝3日了后，因较会去见国王，国王较若是愿意听伊的话，伊就会当对伊来表明。所以这是一个自发性的禁食。这个自发性的禁食的目的，甲律法当中的规定是无共款的。这自发性当中的禁食，毋是律法规定，是人为着达到一个特别的目的，所以就用这个禁食的方式。来超出上帝，来求上帝的大能的手，会当来帮助因。因为这是靠着因家己的能力做袂到的，所以因较求上帝来帮助因，会当达到因的目的。这是因的禁食。所以，当咱了解伫旧约圣经当中所讲的禁食，咱就知影，其实禁食是因为人为着要安那，人为着要超出上帝。所以较会禁食，人为着要超出上帝，所以较会禁食。借着即个禁戒，因的私欲，才会属灵的操练，较会当伫当中，互人专心来维持甲上帝亲近的关系。因为禁戒，咱的伫咱心内面，咱想要食这，想要食迄，才会欲望，所以咱较会当来专心来超出上帝。这对当时的人来讲，就是有一个伫犹太教当中有一个门派，就是专门咧专心来苦修的啦。就是讲安那讲，阮就是要来用
借着咱的属灵的操练，咱会当更较倚近上帝。所以这就是这款的方式。伫这个过程当中，互人会当体会到咱肉身的软弱，咱其实无法度靠着咱家己做啥物。咱人是软弱的，但是安那，咱较会当来谦卑敲揣上帝的心意。所以伫这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敬者的重点，是因为人愿意谦卑，人愿意谦卑敲揣上帝的心意，人愿意谦卑敲揣上帝的心意。当咱了解这个敬者的意义，安尼咱就来看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人的门徒。看法利赛人，因的敬者是啥物呢？法利赛人到伫新约圣经，耶稣的迄个时期的法利赛人，因已经演变做因的敬者是每一礼拜敬者2摆，并且因将敬者看做是安那真虔诚的宗教行为的表现，所以因会特别用敬者来互人看见，用敬者来互人看见。就安那，互众人会当感觉讲，哦，你即个人吼，真正足敬虔啊啦！你敬拜上帝吼，真正足敬虔啊啦！但是伊毋是雕工安尼哦，所以伊毋是做甲真明显，但是就会互人看到安尼。所以耶稣甲会伫马太福音第6章的时阵，伊甲门徒讲安那，恁敬者的时阵，毋通亲像遐个假冒伪善的人。就是安那，因面上拢带着即个忧愁的面容啊。为虾米呢？因为因甲面弄做足歹看，故意互人看出因是咧敬者。耶稣讲，恁敬者毋通安尼。这就亲像恁若有一工吼来找牧师，来找牧师就看到哦，牧师你爱面色遮遐尔歹看啦。牧师就讲哦。无啦，其实吼，就是我今仔日吼拢敬者拢无食饭啦，所以我较会安尼啊。说哦，牧师你辛苦，你真正足敬虔的呢。吼，这就是安尼。其实伊无特别讲，甲人讲伊是敬者，但是伊就伫敬者迄一天，伊就招朋友来因兜，就招朋友来因兜，就互因看到讲哦，你规工拢无食饭哦，安尼你真艰苦，真辛苦呢。伊就是安尼，所以就互人感觉讲哦，你这个人吼真敬虔。这就是法利赛人敬者，所以耶稣开伫当中去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讲因是假冒伪善的人，因为因的敬者毋是互因谦卑，因的敬者颠倒是互因骄傲，所以互因感觉讲我是比别人更较敬虔的人，所以耶稣伫当中就指出，因敬者其实无应该是安尼。旧约圣经当中的敬者应该是爱显明人是谦卑的，是爱将主权交予上帝。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敬者。后来咱搁来看约翰的门徒，因是啥物款的敬者呢？约翰的门徒因是自发性的敬者，是用悔改诚做核心，就亲像赎罪日的敬者共款。因是用悔改诚做核心的价值，并且因想要表达的，就是要听候弥赛亚来临，对弥赛亚来临的迄个渴望，这是啥物意思呢？因为行洗礼约翰伊来到伊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伊就是安那，伊就是讲伊是为着即个弥赛亚咧备办道路，所以伊就是伫弥赛亚头前的迄位，伊就是伫当中要来教导伊的门徒，恁若来跟对我，恁就是爱安那爱听候弥赛亚来临。所以咱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来敬者，咱就爱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来敬者。这个特别的目的就是安那听候弥赛亚，就是迄位上帝应允要赐予犹太人的迄位救主来到的时阵，要等伊来到进前，咱就爱来敬者。所以耶稣开伫当中对伊的门徒，对约翰的门徒讲安那，讲神农甲批判的人同在的时阵，批判的人敢会当因为安尼来哀哭呢？其实伊就是讲安那，讲耶稣就是讲，我就是迄位神农啊，我就是迄位神农。恁有人去食迄个喜酒的时阵吼。讲哦，我咧敬者哦，我今仔日我干那来包红包尔，我无要食哦。有人安尼嘛？无嘛。
咱就是要来安那，甲因做伙欢喜嘛。禁食毋是一个欢喜的代志，但是因为着安那，为着即项代志，因甲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因要禁食。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咧甲因讲安那，讲恁所要听候的迄位弥赛亚已经来啊，我就是迄位弥赛亚。所以伫迄个时阵，伫即个时阵，恁毋免禁食。但是安那日子将要到，但是当我要离开的时阵，恁着爱禁食。这是耶稣的意思。虽然约翰的门徒因问这个问题，问了就好，但是耶稣回答因回答搁较是巧妙。耶稣回答的意思，就是讲到，就是咧回应约翰的门徒对约翰对伊的门徒的教导。约翰教导伊的门徒啥物呢？伫约翰福音第3章，捌讲约翰捌讲到，我毋是基督，我是奉差遣伫伊头前的。恁家己会当为我做见证，带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是徛咧。约翰的意思就是讲，我就是伫新郎头前的，我就是安那新郎的朋友，我就是徛伫遐，要听候新郎来的时阵，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真喜乐。所以这是约翰对伊的门徒的教导。咱若了解这个教导，咱就知影耶稣基督的回答，其实就是咧回应讲，耶稣基督知影约翰是怎样来甲伊的门徒，比如讲哦，迄位弥赛亚就亲像新郎共款，所以耶稣就是咧讲到约翰所讲的迄位新郎就是伊啊。约翰咧讲的迄位新郎就是伊啊。所以即马新郎已经来啊，恁毋免阁禁食。即马新郎已经来啊，恁真得爱欢喜，恁毋免阁禁食。安尼，咱就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为什么甲约翰对伊的门徒的教导无共款？因为即群约翰的门徒还未认出耶稣基督就是迄位弥赛亚，因还未认出耶稣基督就是迄位弥赛亚，所以因较会有即个问题。安尼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禁食，较会当知影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呢？其实圣经当中有记载，有一个人，伊嘛是定伫当中禁食，并且呢，伊伫当中伊认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伫路加福音当中第2章当中有记载，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伫伊细汉的时阵，伊的父母甲伊带到圣殿去。甲伊带到圣殿的时阵，伫当中有2个人，一个人就是叫做西面，伊是个另外一个人就是女先知，叫做亚那。经文当中记载，这位亚那呢，伊已经84岁啊，但是伊并无离开圣殿，伊禁食祈求，认命侍奉上帝。伊禁食祈求，认命侍奉上帝。后来，当伊看到这个耶稣还阁是囡仔的时阵，伊看到伊就安那，正当迄时，伊就进前来，伊就称谢上帝，将囡仔的代志对一切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明。这代表一件代志，这个人亚那，这个女先知，伊定定咧禁食祈求，其实伊是真正咧禁食的人，伊是一个真正知影禁食的意义，并且借着禁食来体贴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伊会当认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伊会当认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咱就回到一开始咱的问题，咱真做一个新时代的门徒，咱真做一个新时代的门徒，咱会当了解，伫咱的信仰当中有遮尔久长的传统，安尼咱会当了解这个传统的精神嘛？咱会当了解这个传统的精神嘛？就亲像耶稣基督迄个时代，遮尔侪犹太教的人，因伫当中咧禁食，但是因并无了解禁食的意义是啥物。到伫今仔日，禁食其实已经毋是咱信仰当中的规定，
伫禁食呢，嘛毋是虾米款人讲哦，你着爱禁食，你着爱用禁食祈祷的方式，上帝较会听。其实拢无。但是咱为虾米有一寡人佮特别爱禁食？因为因了解禁食的意义是啥物，因知影禁食的意义是因为咱人做袂到的代志，咱超找上帝，人望上帝帮助咱。所以伫这当中，咱会当来学习的，真做一个新时代的门徒，咱会当对传统当中来查验上帝不变的真理。其实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对经过到永远拢无改变。但是人的做法会有无共款。咱会怎样会当伫当中来查考上帝的心意？会当知影上帝是怎样来引带咱的呢？我看到这张图的时阵，我感觉我真爱这张图。这张图是安那？毋知大家有看有清楚无？吼，这本是圣经啊，这本是圣经。有一个人呢，伊就安那摕一个手电筒，伊就摕一个手电，就咧照圣经内面。伊的意思就是安那，要对圣经当中要去敲找伊上帝带伊要行的道路。这张图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圣经当中大部分的基督徒莫讲大部分有一寡基督徒咧读圣经，其实安那就是读过尔，但是无去了解讲圣经安尼讲的意思是啥物。圣经讲伊的，反正我读过，阮就感觉讲哦，安尼我今仔日的功课做了啊。但是做了就做了，我就做我家己的代志，安尼就好啊。但是其实查考圣经毋是安尼，查考圣经毋是咧做功课安尼，查考圣经是爱对圣经当中来学习、来了解上帝这段话、这段经文要对咱讲啥物话。上帝这段经文要引带咱行啥物款的道路？咱怎样会当伫当中查验上帝对即摆的世代有啥物款的心意？咱毋是受到宗教行为来绑条的，咱若是干那照着规定讲哦，因为教会规定，我每一天都爱读5章圣经，所以这是规定，我着每一天读5章圣经了后。我就会当做我家己的代志，安尼这叫做安那宗教行为啊。就是我着安那，我着遵守这个行为，我着会感觉讲我甲上帝更较亲近啊。但是真正是安尼嘛？上帝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那，莫互咱互宗教行为来绑条的。咱爱伫当中查验上帝的心意，对即摆的世代有啥物款的心意，并且会伫即个世代当中。见证上帝道其实是超越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对经过到永远拢是无变的真理。这才是上帝伫圣经当中要对咱所讲的话。当咱理解耶稣基督对禁食的教导，伫背后有即款的历史的背景，安尼咱就会当了解耶稣的教导。对当时代的人，对当时代宗教的传统有偌尔大的冲击，伊大大挑战当时代犹太人的信仰的生活模式。因为当时代的人已经安那，伫因的信仰的生活，伫因宗教的生活已经是安那，成做一个习惯啦。但是耶稣基督伫当中，就是咧挑战因的生活，讲恁敢知影恁安尼过生活有啥物意思吗？恁敢知影恁安尼过生活有啥物款的意义吗？恁有知影恁每一礼拜2摆的禁食是为着啥物吗？耶稣安尼挑战，其实嘛是对咱的挑战，互咱会当定心来思考。安尼，咱伫即个信仰当中，咱敢有思考过？咱伫教会当中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敢真正是咱咧守规定，还是咱是出伫心内，咱要敬拜上帝所做的代志？我要用另外一个
来甲大家分享吼。即个是安那？是伫心理学当中，有去整理出2项人的思考的模式。思考的模式一种是安那？是固定型的思考模式。第2种是成长型的思考的模式。这2项有啥物款的差别呢？大部分，我莫讲大部分啊，可能伫传统的华人文化当中，其实拢是固定型的思考的模式。为啥物呢？咱若去迄个学校上课吼，咱拢会当知影，伫上课的时阵，大部分伫上课的时阵，无咧问问题的，拢是安那？拢是即个华人文化的学生。因拢知影哦，老师教的就是对的，我着安尼来学习。但是呢，伫西方的世界当中，其实有一寡教育的方式，其实就是教囡仔爱会晓问问题。你若毋知影，你若学袂晓，你就是爱问，你就是爱学习。所以伫这当中，较会有一寡的差别。固定型的思考的模式伫当中，咱会当想看觅，咱是怎样来教囡仔的？若是有一天，咱的囡仔摕到学校的即个考卷吼，转来讲哦，爸爸，我今仔考100分呐。啊，你会回答伊讲啥物？伊若回答讲哦，你即个囡仔吼，你真巧咧，真聪明，我甲你生啊真巧，你真正足好，嘿，你真正足好，安尼，这就是固定型的。啊，成长型的是啥物呢？成长型的就是囡仔若考100分，伊就讲哦，你真正足努力，我看到你为着即届考试真努力，你真正足努力，这叫做成长型的。这2项有啥物款的差别？这2项的差别是在于讲，若是固定型的，伊就会感觉讲哦，我的聪明是安那，是天生的啦。我的聪明吼是天生，因为我聪明，所以我应该爱考试考100分，我应该爱考好。我若是有一摆吼，我考试考无好，我就会感觉讲，安尼我无聪明啊，安尼啊，我已经安那，我已经袂晓啊，我已经无法度啊。这就是固定型的，所以固定型的人会感觉我袂晓，我会感觉我袂晓。但是成长型的人会感觉安那，感觉我是干那安那，我还袂学会晓尔。我总有一天靠着我的努力，我学会晓。虽然我即马袂晓，但是总有一天我靠着我的努力，我学会晓。固定型的人会感觉讲，这件代志无可能，我做袂到。但是成长型的人会感觉讲，我是干那安那，还袂找到好的方法。我还袂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会当来达到这个目的。固定型的人会感觉，我考试若无及格，我就是安那，我就是无够格。我若无及格，我就是无够格。但是成长型的人会讲安那，我毋是无及格，我是也袂通过。靠着我的努力，总有一天我会通过。这就是成长型的。我讲这个意思是啥物呢？我讲这个意思是要甲大家分享，其实人的头脑是会当改变，人的头脑是会当改变。就亲像遐个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人，其实因就是受即个固定型的来绑条的。因感觉讲耶稣所做的代志，甲因的习惯、甲因的规定无共款，因就感觉讲为虾米是安尼？我过去无人安尼做，安尼吼可能毋是一个好的方法。伊就是会用即个方式来说明。但是成长型的人是甲人讲到，其实咱的头脑是会当改变，因为咱阁一直咧不断咧学习、成长，甚至是互咱的头脑会当更新，互咱的头脑会当更新。所以莫去想讲吼。人的头脑吼，到伫几年几岁的时阵，就已经定型啊！莫去想安尼，咱是爱安那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咱就是爱一直不断咧学习。耶稣就是咧挑战伊的门徒，爱有即个成长型的即个
思考的模式，愿意安那谦卑来受教，用阮家己旧的思考的模式会当受改变，较会当安那领受耶稣基督带互因天国的福音甲更新的画面。耶稣基督要带来，对因来讲是新的，安尼因着爱知影，因敢会当接受即个新的物件吗？因敢怎样会当接受即个新的物件吗？咱若有即个观念，咱过来就会当理解耶稣基督刷来要讲的两个比喻，对咱有啥物款的提醒？第二个比喻，伊就是讲到安那，讲到无有人将新布补伫旧衫顶面。因为安那，因为新布吼还未洗过的时阵吼，还未洗过就是遐尼新。但是伊若洗第一摆洗过的时阵，伊就会缩水。缩水的时阵吼，伊若先甲即个布补伫即个旧衫顶面，当缩水的时阵，伊嘛是破去。所以即个衫又嘛是共款袂当用。所以无人会将新布补伫旧衫顶面，爱安那，爱直正换一领新衫，爱直正换一领新衫。后来呢，耶稣佮讲第二个比喻，也无有人将新酒倒伫旧的即个批袋仔内面。即个批袋仔就是一个批笼，就是安那，就是因为伫即个批笼呢，就是用动物的皮咧做的。啊，即个皮呢有即个弹性啊，有即个弹性，但是若是旧啊吼，即个弹性就较无啊。所以若是新酒倒入去的时阵，新酒会安那。佫会发酵，发酵的时阵就会去膨起来。所以，若是即个弹性已经无的即个旧的皮笼，若是安那，若是新酒倒入去的时阵，若是膨起来的时阵，伊无法度有即个弹性，伊就会破去。所以，伊就破去，即个酒就流出来。所以，耶稣就伫当中讲，唯独爱甲新酒倒伫新的皮笼内面，安尼两项就拢保全啊。两项是安那，就是。酒甲皮笼拢会当保全啊，所以这意思就是爱咱若领受即个新酒，咱家己就爱正做即个新的皮笼，安尼咱开始安那，咱开始会当两项拢保全。这个重点，耶稣咧讲的重点是咧讲安那，讲新的甲旧的是袂合的，所以爱直正换新。但是这个意思毋是讲安那。即个意思毋是讲旧的就一定无好，新的就一定好，毋是安尼哦。是即个意思毋是好甲毋好，即个意思是会合还是袂合。因为新的甲旧的袂合，你若领受新的，你就爱安那，你就爱甲旧的单调，爱换做新的。所以重点是会合，重点是会合，重点毋是安那，毋是新的较好。重点是会合。我做一个比喻，若是有一天，有一个人送你一领新衫，但是这领新衫呢，你看起来真意爱这领新衫，但是安那，但是伤细领，安尼你会安怎做？你若讲吼，哦，安尼吼，我就是因为伤细领，所以我穿袂落，我就送互别人穿。安尼你的主体就是安那，主体就是讲哦，因为主体就是因为我穿袂落，所以我就爱送互别人穿。但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安那，这领新衫虽然我即马穿袂落，但是安那，我会当减肥啊，我会当变去较瘦啊。我若变去较瘦，我就穿会落啊。因为我真意爱这领新衫，我就是想要穿，所以我就要来为着这领新衫，我要来减肥。安尼就是安那，我就会当穿会落。所以这个。主体就是这领新衫，主体就是这领新衫，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毋是讲新的就一定好，还是毋好，意思是会合还是袂合。耶稣伫遮就是讲到，咧回应讲，法利赛人其实因的观念就是亲像这个旧的皮笼，因无要悔改，因就无法度领受这个新酒，但是颠倒是安那？法利赛人咧感觉耶稣哪会甲遮个税吏甲罪人做伙食饭？颠倒遮个税吏甲罪人，因若安那，因若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愿意认罪悔改，因会真做迄个新的皮笼，伊会当领受
耶稣基督互因的新酒。这就是耶稣咧用这个比喻咧讲的代志。耶稣咧讲的重点就是安那，恁爱成做一个新的培容，恁爱成做一个新的培容，恁要安那成做新的培容，就是爱安那爱悔改，爱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改变家己原本的观念，转往对的方向来行，改变家己原本旧的唔对的观念，转往对的方向来行，这叫做悔改。所以耶稣基督伫一开始，伊咧传福音的时阵，伊就是咧讲到安那，天国已经近了，上帝国已经近了，恁应当悔改，恁应当悔改。一直以来，耶稣咧传道的过程当中，悔改就是一个真核心的信息。为什么爱悔改？因为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就是这个新酒。咱的观念若是无换做这个新的培容，安尼咱就无法度领受这个新酒。所以对着这个受着旧的信念甲价值观所捆绑的人，也只有借着悔改，才会当真正经历活命的更新，才会当真正经历活命的更新，成做一个新时代的门徒。咱会当伫基督内面有悔改更新的愿望，咱会当伫基督内面有悔改更新的愿望。伫耶稣基督内面，咱会当重新找到咱人生的愿望甲道路，咱会当学习怎样跟对耶稣来行。最后，我要甲大家用一出电影来甲大家来分享。这出电影也是古早的时阵是一个音乐剧，就是有对一本小说开始的。这个电影叫做《悲惨世界》，有看过野手？哦，大部分好棒的。悲惨世界这出电影吼，这出真出名啦，这音乐剧真出名，因伫当中讨论真侪无共款的问题。但是伫当中呢，就有一个因伫当中有这个主角，这个主角呢翻译叫做尚万强。这个尚万强呢，原本是安那？伊原本是因为伊一开始吼偷摕物件，就去互人掠去关，伊就去关伫监狱内面。后来总有一天，伊互监狱放出来的时阵，伊已经安那，已经是一个咱即马叫做更生人嘛。这个更生人吼，伊就是安那，原本吼伊伫迄个就是咧流浪着对啊，伊开始咧找物件，找倒位会当互伊生活。后来伊就安那，伊就找到一个教堂，伊就去伊就受到即个教堂内面即个主教吼，就甲伊接入来内底，互伊会当住伫当中，所以伊就伫当中开始休困。后来呢，伊就看到伫教堂当中吼，有真侪看起来真贵重的即个器具啊，伊就感觉讲哦，即个物件吼，若是摕去卖掉吼，毋知会卖偌济钱呢。所以伊就开始安那，就趁有一天半暝的时阵，伊个主教已经困去啊，伊就安那，伊就开始咧摕一个迄个袋子吼，就开始咧甲即个物件摕来，伊就安那半暝啊，就甲教堂吼拢即个厝内面的即个教堂内面的即个贵重的物件吼，拢搬走，伊就出去啊，后来呢，伊就互人掠着，互即个警察掠着，呢，伊就甲伊警察就甲伊带来。带倒转来即个教堂内面，就互即个主教，伊就互即个主教来指认讲，敢是即个人偷摕恁的物件？即个主教就甲伊回答一句话，伊讲安那？伊讲吼，无啦，即个人吼，毋是偷摕物件，即个物件吼，拢是我要送伊的，并且兄弟啊，伊就对即个尚万强讲，并且兄弟啊，你还阁有一项还未摕走，伊就将讲台顶面的迄个即个烛台吼，迄个银做的即个烛台吼，就送互伊讲，你还阁有一项物件还未摕走，你阁倒转来摕，我就互你。即件代志吼，互即个尚万强感觉安那？感觉哦，原来
伊的人生还阁有愿望。为什么？因为伊原本已经看做已经绝望的人生，伊永远拢是一个罪犯的人生。但是但是有一个主角，愿意接纳伊，愿意帮助伊，愿意互伊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伊就伫当中，伊看到，伊经历这项代志以后，伊就开始重新做人。后来伊就真正伫后来的故事当中，伊毋是干那真做一个好人尔，伊更真做一个市长呢。伊更敢若伫当中，就是开始真做，伊就改名换姓啦。伊就真做开始重新做人，伊就真正做一个会当去帮助真济人的一个人。但是呢，伫即个故事当中，阁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伫当中咧，要一直咧掠即个上万强的迄个警察，叫做贾维。这个贾维呢，伊就是伊就是用伊的一生，伊就咧为着要掠即个罪犯，但是一直要将甲伊来定罪就对啊。但是呢，伊就一直咧执着讲吼，因为伊执着伊的法律上重要。因为伊说，这个国家的法律上重要，伊就是甲伊掠来，甲伊掠来。原本伊是想讲吼伊若甲伊掠来吼，伊可能互即个主教指认吼，就会当甲伊掠去关啊。但是即个主教等到原谅伊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即个世界哪会安尼？即个世界哪会无公平、无公理吗？所以伊就开始用伊的一生。就是要来找即个上万强的把柄，想着要有一天会当各个甲伊定罪。后来呢，伊就因为无法度去平衡讲理想甲现实的状况。后来因为迄个时阵法国已经踮伫迄个战乱的时阵，所以伊后来伊感觉愈来愈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咧发生的时阵，后来伊就选择自杀。伫即个故事当中，其实就是甲人讲，即个贾维其实就亲像法利赛人共款，因为伊一直咧坚持伊的公平、伊的真理，但是伊想袂到，原来伫即个世界有一项代志叫做人命，有一项代志叫做人命，有一项代志叫做疼，叫做救赎。所以伊就一直咧坚持讲伊的法律，所以若是有一个新的观念来到伫伊的活命当中的时阵，伊无法度接受，伊就伫伊的心内面产生一大的争执。后来伊无法度赢过即个争执，但是呢，对着即个上万强来讲，虽然一开始伊的人生是无愿望的，就亲像甲耶稣做伙食饭的迄个税吏甲罪人共款，但是当即个主教，就亲像耶稣共款，互伊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互伊就伫当中知影原来我的活命阁有愿望，我的活命阁有一天，我会当改变，会当更新，会当重新成做一个好人，成做一个义人，成做一个会当讨上帝欢喜的人。所以，伫圣经当中有一个呼召，叫做心意更新的呼召。使徒保罗伫罗马书当中讲到，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佮变化，叫恁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通喜悦的旨意。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敢若会当甲你讲，你本来就是什么款人。这个世界敢若会限制你讲，你敢若会当成做什么款的人？你出世伫这个家庭当中，你就未来就无愿望啊！你未来就是敢若会当做这项工课尔，你未来就是敢若会当做行这条路尔。这是世界要互你的价值观。但是圣经甲人讲，咱拢有悔改的机会，咱拢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上帝甲咱讲，上帝的心意是爱咱改变甲更新，照着伊奇妙的计划，行入来到伫上帝为咱所备办救恩的道路内面。伫这当中，
保罗甲咱讲，叫恁会当查验上帝之意。查验上帝之意，查验是啥物意思呢？查验的意思就是分辨，就是你爱亲自去确认，亲自去确认、去查看，并且去验证讲，吼对，上帝讲的是对的，上帝讲的是真的。就亲像牧师伫顶礼拜当中所分享的伫旷野当中的这个牧羊的人，伊伫当中当天使报好消息互因的时阵，伊是认真听入去，并且伊听入去了后，因会家己付出行动去确认讲对，天使甲咱讲的是对的，天使甲咱讲的是真的，上帝要互咱的这个好消息是真的。耶稣基督进入到咱的活命当中，会改变咱的三观啊！三观是啥物？就是世界观、价值观、甲人生观。上帝耶稣基督进入到咱的活命，是会改变咱的三观。这意思就是，咱的思考会甲以前无共款。因为安那？因为耶稣基督所赐予咱的是新酒，咱爱换做新的皮囊，咱才会当安那领受这个新酒。因为上帝善良宣传通喜的旨意，正做咱会当超吹并且挖掘的真理，就互咱的人生全然更新，有新的理想，有新的目标，有新的愿望。所以天使报互牧羊的人，这个好消息是讲，这个大好的好消息是安那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对你对我拢是好消息。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个世间，是为咱每一个人带来迄个更新的愿望。咱也要跟对伊，成做这个新时代的门徒。伫咱的人生当中，会当活出一个更新的活命，为基督的福音会当成做英美的见证。愿上帝祝福，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心意更新佮变化，互咱会当改变咱旧的无下上帝真理的这个思考模式，领受上帝天国的福音，入来到伫咱的活命当中。互咱成做一个得新酒的人，互咱成做一个悔改更新、跟对上帝的人。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世间人，你就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因为你听世间人，你愿意将这个礼物赏赐予阮，互阮领受这个礼物，阮的活命就甲以前无共款。互阮领受这个礼物，阮的活命就有一个更新的愿望。阮会当成做上帝你所宝贝的后生查某囝，互阮伫上帝你的内面，阮会当看到。阮未来人生的愿望，就伫上帝你奇妙的计划内面。愿你天国福音成做新酒，充满伫阮内面，互阮领受，阮会当显明上帝你的荣光，显明上帝的疼痛。伫圣诞的季节内面，愿上帝你亲自成就你美好的计划，伫阮的教会当中。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互阮伫即个圣诞的季节，会当庆祝耶稣基督的出世，并且会当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显明耶稣基督的荣光伫即个世间，伫阮的社区当中。阮感谢你，愿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今仔日伫咱当中有咱新来的兄弟姊妹，咱要伫遮来做介绍。
好，咱首先欢迎这个吴义德弟兄，好，吴义德弟兄，好，咱欢迎好吴义德牧师吼，嘿，牧师嘿，欢迎吴牧师今仔日来到伫当中，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好，来，第二位是施芳龙姐妹，嘿，这是建基兄介绍的，施芳龙姐妹，感谢，欢迎今仔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愿咱伫等下散会以后，咱会当有搁较侪时间，甲咱亲爱的厝邻的人会当彼此做伙来请安来分享。这时，咱要伫主的面前，同心有比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这个回应。当咱领受上帝为咱所备办美好的恩典，这个心酒充满伫咱的活命内面，咱就爱伫咱的活命当中显出咱对上帝的听，显出咱对上帝的敬畏，互咱会当伫当中借着咱的奉献来回应上帝，来交托伫上帝的手中，求上帝亲自成就伊奇妙的计划伫当中。咱请咱同齐起立，咱同齐用诗歌来敬拜、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跪落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困求无你，那久的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早我去了世间，安乐得意，当我愿望大行，专心找你。得无你，那久的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大能的手骨来扶持你、帮助你，坚固你手中所做美善的工，互你的心中充满热情，服侍上帝更较忠心。愿主耶稣基督用伊救赎的宝血洁净更新你的活命，佮将新心赏赐互你，互你成做伫基督内面的新人，专心奔走属天的道路。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圣经的真理，互你的心柔和谦卑，甘心顺服，活出圣洁公义的活命，为主的道做美好的见证。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伫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将属天的恩典甲福乐赏赐互你甲你的全家，互你的活命蒙福，敬拜永无停煞。愿荣耀归乎伫至高之处的上帝，愿平安归乎伫地上上帝所喜悦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